巴塞嘅王朝由09年開始，咁啊直至到16年嘅，咁啊歷時係7年啦。咁就今年就17年，咁所以就叫圓滿結束啦。咁就係由呢個09年至到11年呢一段呢，係連續3屆攞西甲，連續3屆攞西甲嘅。咁就係09年同11年呢都攞到呢個呢係歐聯嘅，2次都贏曼聯嘅。好啦，12年呢就係至到14年呢一段呢就攞過1次西甲，咁但係3年呢都叫攞唔到歐聯嘅，3年都攞唔到歐聯，咁啊叫有啲回落嘅呢一段。咁啊，直至到係15年嗰一段啦，15年就係攞西甲加埋係歐聯雙料冠軍嘅。咁就16年咧就攞多次西甲，咁但係16年就攞唔到歐聯啦。咁其實咧總括而言就係最強嘅位置就係09至11呢一段咧，09至11呢一段嘅11至到去到係14咧，就係淨係攞到一屆嘅係西甲啫。咁就直至到去15咧就係雙料冠軍啦。好啦，龍門呢一 part 啦，嗱龍門呢一 part 咧，基本上咧就可以話咁多年域陀華迪斯咧，呢一個係包和同埋達斯特根，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係實力上係冇咩差距嘅嚇，實力上冇乜差距嘅。好啦，咁講到係防線啦，嗱防線咧咁多年嘅鐵膽咧，其實都係丹尼爾艾華斯同埋碧基嘅。咁啊頭幾季咧就係呢一個佩奧爾咧，後邊幾季咧就係馬斯查蘭奴。我相信呢3個位置大家都會覺得咧實力上係極強嘅，而且咧係咁多年都可以話咧係表現得係平均啦嚇，冇咩大嘅係差距嘅。咁就係左閘方面咧換人比較多啦，但係其實實力都係唔曳嘅。09年用斯雲奴，10年用麥士維，11年用艾比杜，12年用亞祖安奴，13年開始直到而家都係佐迪艾巴。我相信嗰個係防線嚟講呢，大家都會覺得咁多年巴塞都係喺個實力上面係極強嘅。咁基本上對冠軍呢係冇咩影響嚇，即係攞唔攞到冠軍係冇咩影響嘅。條防線一路都係咁強，一路實力都係咁嘅水平嚇。好啦。講到中場嘅係配搭啦，嗱中場配搭嚟講呢，由09年開始嚇，基本上好多年呢都係呢個係 IBX 嘅組合 ，IBX 啊即係恩尼斯達、普斯基斯同沙維嘅組合啦。由09年開始呢已經係咁樣噶啦。雖然10年呢恩尼斯達叫長期受傷啦，咁不過11年開始呢依然都係呢個3人嘅係組合。係完全不變嘅，完全不變嘅。OK， 好啦，咁你會話啦，會唔會係沙維嘅年紀咧係有咗對冠軍是否爭奪到嘅影響咧？好啦，咁我講一講啦。沙維咧就係09年嗰年咧就係呢一個係29歲嚇，咁就一路咧就係加個歲數落去咧，就直至到佢離開巴塞嘅時間咧就係呢個35歲嘅，35歲嘅。咁就係佢最強嘅嗰一段時間啦，即係巴塞最強嘅嗰段時間咧，沙維分別就係29至31，而巴塞叫做開始回落嗰段時間咧，沙維就係32至到34歲嘅嚇，32至34歲。咁有人就會問㗎啦，咁會唔會就係沙維佢嘅中場嘅運轉能力，或者佢嘅防守能力，或者傳球嘅能力有所因為年紀嘅係拖垮而下降呢？咁我哋可以咧係講一講沙維咧，佢喺呢一方面嘅係個人數字喎。好啦，09年方面佢嘅係傳球成功率係90%啊，傳球成功率係90%。好啦，去到呢一個咧係10至11年嘅球季啦，佢嘅傳球成功率係94%。去到11至12啦，佢嘅傳球成功率係92%。好啦，92%喎。去到12至13啦，94%。去到13至14啦，93%。去到14至15啦，92%。其實咧，巴塞最勁嗰年咧，贏曼聯第一年咧，反而沙維嘅傳球成功率咧係得90%嘅啫。但係之後咁多年咧，佢都係
開始咧係繼續破自己職業生涯嘅新高啊，94、95、94、92，即係完全咧去到佢最尾嗰年咧先至叫做咧係落翻到92，而其餘嘅時間咧都係94、95、95咁樣嘅嚇，即係完全咧係冇拖垮到球隊咧喺傳球上面嘅成功率。好啦，咁你會問啦，咁會唔會係攔截嘅能力有所下降呢？嗱，的而且確09年咧佢嘅攔截嘅平均每場嘅平均數咧，攔截嚟講咧係 1.2 啊，09至10年嗰年咧係 1.2 啊。好啦，跟住咧就一路落咧，就其實咧11至12咧佢都保持 0.9 啦嚇。咁就12至13咧，突然間咧就去到 0.4， 咦 0.4 喎，係咪下降啊？但係唔好忘記喎，12至13咧巴塞係攞冠軍嘅喎，攞西甲冠軍嘅喎。但係佢去到 0.9 嗰年係11至12咧，反而巴塞係攞唔到西甲，亦都攞唔到歐聯。去到13至14咧，佢又翻去咧係平均攔截率咧去到 0.9 嘅啊，13至14去到0.9嘅攔截數。但係嗰年咧，反而巴塞咧又攞唔到西甲，亦攞唔到歐聯喎。好啦，咁即係其實姑勿論點講都好，原來咧巴塞是否成功能夠攞到冠軍與否咧，同沙維嘅個人數字或者沙維嘅年齡咧睇嚟嘅分別咧，亦係唔大嘅，即係嗰個影響力亦都係原來係唔大嘅。好啦，咁原來係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就要歸咎於咧最後呢一 part 講到嘅進攻嘅火力問題啦。而進攻嘅火力問題明顯就係關乎進攻嘅人員配搭嘅問題。好啦，咁呢一 part 開始咧就會講得比較生動啲嘅，因為有啲歷史講下嘅。好啦，羅馬呢一年啊，09年喺羅馬呢一年舉辦嘅歐洲聯賽冠軍杯決賽，前場嘅三人組合分別係美斯、伊杜奧、亨利。呢場賽事一開頭其實朴智星咧有兩個埋門嘅係關鍵機會啊，黃金機會嚟嘅嚇，執雞機會係把握唔到嘅。咁就去到後尾咧就係伊杜奧咧個反擊，同埋後尾咧美斯從後殺入頭槌係建功，2-0擊敗當年亦都係好強勁有 C 朗拿度壓陣嘅曼聯。好啦，去到咧就係呢個係10年啦，10年嘅係長遠嘅係前場組合分別係伊巴謙莫域、美斯同埋帕杜嘅。OK， 好啦，呢三個球員咧係成功幫到球隊攞到西甲，亦係強勢底下咧去到歐聯嘅4強。咁但係好可惜，冇咗恩尼斯達嘅進攻火力，結果咧去到10年嘅呢一年4強對住國際米蘭係呢個係摩連奴喺死守嘅情況底下咧，靠呢個穩守反擊咧係突破到係巴塞晉身決賽，亦都係國際米蘭攞埋當年嘅冠軍啦。咁呢一個巴塞嘅係中場嚟講咧，如果冇咗恩尼斯達咧，其實出嘅球員就係基達，基達咧就取代咗恩尼斯達，其實咧嗰個防守力反而更加好。但係咧嗰個進攻嘅力量咧就下降咗，咁就喺呢個歐聯嘅情況見到個差距，攻唔入呢個國米。但係你見得到呢個伊巴謙莫域做支點嚇，美斯喺呢個係中前場停波，帕杜負責插入，呢一個係固若金湯嘅係中前場三人組合，其實都係將西甲帶咗去巴塞呢一邊。依然我認為呢一年咧巴塞係成功嘅。好啦，去到11年啦，11年對我嚟講咧就係巴塞最恐怖、最瘋癲嘅時候嚟嘅。三人前場組合，美斯、帕杜、大衛韋拿。嗱，大衛韋拿大駕光臨嘅呢一年咧，我認為咧喺左邊嘅插入係更加恐怖，而帕杜本來喺左邊嘅位置，佢安放翻去右邊，依然能夠俾到非常之好嘅係成績出嚟。兩人咧係插入，咁就係美斯咧就負責前場停波，唔需要支點嘅情況底下，依然咧係踢出極度恐怖嘅足球，咁呢一年咧依然係決賽贏曼聯嘅，咁啊同樣就係距離係2球，今次係贏3-1，同樣啦嚇，第一個入球都係帕杜咧係交出嚟嘅嚇。好啦。咁就去到之後嘅係日子咯喎，嗱，
去到11至12年嘅呢一年咧，發生過咩事咧？一件好大嘅事嘅，就係大衛韋拿喺呢個世界冠軍球會杯嗰度斷咗腳。咁即係話其實去到2012年球季尾段嘅時候係冇大衛韋拿係出現喺球隊嘅位置上邊。結果咧嗰一年前場嘅組合咧就係費比加斯打無鋒陣，費比加斯打無鋒影子前鋒，美斯同埋呢一個咧係亞歷西斯山齊斯打出嚟嘅。嗱，呢一段咧好得意喎，帕杜嘅上陣時間係大大下降，帕杜由平均每一年上陣係超過2000分鐘嘅時間，今年突然間燉咗落去1600分鐘，帕杜嘅上陣數字係完全喺呢一年下降，結果呢一個巴塞係兩大皆空啊！呢一個西甲同埋歐聯都冇辦法攞得到。好啦，帕杜嘅係極度嘅大影響力喺呢一度係睇得到啦。去到13年啦，去到13年咧，巴塞咧就唔夠膽唔出帕杜咯，結果咧就出翻帕杜，就搭住呢一個咧係亞歷西斯山齊斯同埋美斯，就去打呢一個咧就係13年嘅球季，結果咧攞到呢個咧係西甲嘅，攞翻西甲嘅喎，攞翻西甲嘅喎，呢一年係攞翻西甲㗎。咁啊，雖然咧就攞唔到呢一個咧係歐聯，但係攞翻西甲咧，其實個王朝咧係依然咧係行緊嘅，王朝依然係可以係行緊嘅。好啦，去到2014年方面啦，去到2014年方面又出現咗件大事啦，就係尼馬係大駕光臨啦，而其實咧呢一個哥迪奧拿已經離開啦，哥迪奧拿已經離開啦。好啦，尼馬嘅大駕光臨嘅影響就係令到14年呢一年咧係西甲同埋歐聯咧都係失利嘅，西甲同埋歐聯都係失利嘅嚇。前場嘅配搭就係呢一個尼馬啦、費比加斯同埋美斯嘅，咁你可想而知嗰個實力上面有幾大嘅問題。尼馬初初去到季境冇辦法 Tiki Taka， 亦都係上腳嘅嚇。咁呢一年咧基本上係完全失利，冇晒表冇晒成績嘅巴塞。去到15年啦，15年可以咁講啦。呢一個巴塞知道啦，既然前場嘅配搭同埋費比加斯真係唔能夠踢無鋒陣嘅時候，一個球員亦都係出現咗啦，叫蘇亞雷斯，一個支點球員進入咗球隊嘅體系裏邊，終於都可以幫到美斯喺前場停波，終於幫到美斯喺前場停波，兩個球員能夠牽引對手嘅防守球員集中晒喺中路嘅位置。結果尼馬喺嗰一邊就完全係吉晒啦，尼馬喺嗰邊完全係吉晒啦。15年呢一年雙料冠軍係運作得非常好，就係尼馬甘於係做一個綠葉嘅位置，而15年嘅尼馬可想而知，佢喺世界盃14年嘅失利，令到佢15年謙厚咗，肯做綠葉。但係情況有所改變啊，去到2015年嗰度。都叫做咧，尼馬咧都係入球數字係高嘅，24球去到一季24球啊，依然咧係踢到呢一個咧係綠葉嘅位置啊。咁但係直至到佢16年攞咗呢個奧運金牌之後咧，出翻嚟嘅時候，今年嘅成績咧，佢巴塞當然係兩大皆空啦。今年咁呢一個係尼馬嘅表現咧係越嚟越上腳，越嚟越毒瘤嘅嚇，亦都咧係拖垮咗咧球隊咧嘅球員與球員之間嘅位置，同埋 Tiki Taka 運傳運短嘅係互傳互動嘅係成功率嘅嚇。咁呢一個情況咧就係直至到咧係整個巴塞王朝嘅終結嘅嚇。咁所以其實姑勿論點都大家都知道中場同埋後場咧係對嗰個冠軍嘅影響係唔大嘅，反而咧前場嘅配搭咧係極之係大嘅。咁去到下一 part 咧，我會再講一講咧，係再細緻啲去再講一講咁多年前場配搭上邊咧嗰個係分別嘅。